歡迎收睇6點半新聞。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，通宵焚燒超過1日，仍然未救熄。陸續喺火場發現居民嘅遺體，死亡人數增加到55人。睇下現場嘅最新情況，仍然見到喺唔同嘅位置都有單位起火。消防員繼續架起雲梯向住火場射水。消防處話，起火嘅7座大廈有4座大致救熄。剩低嘅3座火勢有效控制。大火到而家造成咗55人死亡，另外仍然有200幾人失蹤。居民就繼續四處去揾佢哋嘅屋企人。行政長官李家超下晝到過火場現場視察㗎，佢之後交代話，今晚會向每戶居民派1萬蚊應急援助，亦都已經物色到近1000個單位俾佢哋暫時住宿。當局亦都強調呢場大火蔓延嘅速度唔尋常，警方就以涉嫌誤殺拘捕負責屋苑維修工程公司嘅3個負責人。先睇下救火嘅情況。